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伟，又到复习的时间咯。今晡日我要同大家来紹介一件關於鐵皮的學教的一個介紹。佢鐵皮體內呢，就像一般的學上下學教共用，佢曾經因為受到少子化影響，不得已要停止運作個。不過喺大家努力之下，佢成功轉型變做一個藝術實驗角色哦。睇下個角色鐵皮體內呢，我哋今晡日就特別邀請到佢哋嘅校長鍾秀鳳校長來同大家好好紹介哦。馬上來分享我哋秀鳳校長吧。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縣新北鄉大成藝術實驗學校嘅校長鍾秀鳳，大家好。哇，歡迎秀鳳校長。校長，前面的時間我講到講，有個大成角色，我哋以前所提嘅，更加佢轉型變做一個大成藝術實驗角色，係嘛？係啊。做乜嘅會加上藝術實驗？同頭擺學校有乜嘅冇相同？有個背景同大家紹介一下好冇？好，就係講我哋大成角色，因為少子化嘅關係，其實3年前我哋學生嘅能傳到藝術設計，嗰時學校正式本身要關門嘅，後來由當時嘅我哋嘅院長同嗰時副院長聽說cancel我哋雲門舞集舞蹈教室嘅溫慧文董事長，嗰時候喺個機緣之下，促成了一個轉型。我哋同屏東縣政府同我哋呢關渡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咪倡議了我哋呢雲門舞集舞蹈教室，還有北藝大嘅資源，幫學校來轉型。一下轉型到今下呢已經有3年lang嘅，轉型以後我哋變成一個大成藝術實驗學校。有哪冇相同呢？對我哋呢學校嘅呢，我哋係用身體做我哋呢重心，就會講以身體為核心，用我哋呢聲音呢帶領一點去探索五感，而且成為一個培養我哋呢生發藝術家嘅實驗學校。原來安尼人人做安尼少子化影響之後，再來做一個轉型。不過我想講，大家應該同我有一個相同嘅疑問啊，講原來係用身體來做一個實驗咯，來學習一條藝術嘛。安尼同平常嘅人咧，嗰時候見嚟學嘅像國語啊、英文啊，嗰條嘅見嚟有咁樣有學到冇？好，我哋學校嘅，我頭頭講用身體為核心，因為大家應該有談過雲門舞集，好，雲門舞集係我哋嘅林懷民老師所創立嘅，好，到已經25年嘅時間成立了我哋嘅雲門舞集舞蹈教室，個雲門舞集舞蹈教室成立以後呢，又發展以生活律動、生發律動一個課程，已經發展了26年咧。我哋學校因為合作嘅關係，我哋呢學生呢實在個幸福啦。佢哋明日呢都有我哋呢身體嘅課程，還有我哋呢打武術嘅課程。用我哋呢個生活律動嘅課程呢，到我哋大成藝術實驗學校以後呢，我哋會經常會在研發跨領域嘅課程。等於講，所以呢對我哋學校學習一個生活律動嘅課程呢，學生呢唔單止學習。可以講上睇同身體哦，唔過亦真係唔單止同身體哦。我哋呢線上同我哋呢身體線上會合作研發我哋呢跨領域嘅課程。等於講睇身體同身體嘅時候，有可能睇學語文；同身體嘅時候睇學數學。我哋呢數學課沒有可能睇動身體哦。我哋會跟各種的課程連接，有我哋跨領域課程以後呢，所以呢，我哋有句話講，身體學會的誰也帶不走。咁身體學會東西，咪有可能同打係打。就比如講主持人，喺個主持人練嘅個厲害嘅武功，行過去掂一下，咁有可能廢掉你的武功。冇可能啊，都馬上上走。本身唔都學會一個技能嘅，錯嘛？學生嘅聽我哋學校嘅呢，我有嗰度課程用身體來學習，還有我哋呢學校呢，除了以身體為核心呢，我哋有3個生態課程，就我哋呢藝術生態、環境生態，還有文化生態嘅課程。我說，所以呢，可以打開五感，開始要學習嘅時間，亦會打開一個木竹，還有一個琴，開始來學習。好，學習以後呢，我哋呢校訂呢課程地方呢，有還有我哋呢經典閱讀、
服务学习、在地探索。嗰種一個課程聯合起來呢，學生呢其實伊睇學關於啊，頭先講嘅數學啊、英文啊，一個攏總有學習。不過最重要係提升規則，我哋唔單止學課本裡邊寫嘅東西，我哋話學習用身體、用我哋嘅五感，同社區合作，我哋會行出教室裡邊，我哋講天氣，甚至於春夏秋冬，安尼四季都係我哋學習嘅教材。就係講，嗱，談行來啊，喺唔係像我哋頭擺安尼，拿頓課本死板板嚟坐喺教室裡邊，甚至於講，我自家用行動，或用自家身體去感受講，更加欣賞睇教乜嘅，有可能我哋唱歌嘅唱嘅用英文來唱，結果裡邊好多唔單止英文，還有理統，甚至於還有動作，還有數字，安尼算數學安尼。哇！一節課可以學到幾多東西呢？冇錯，就像我哋觀眾朋友可以看到嗬，我哋喺本面有一本很多播講走讀手冊，還有我哋呢談頓課本去旅行。跟住喺我哋線上呢帶頓學生嘅我哋課本學習到嘅東西，帶領一定行出教室去學習。一定唔單止出的一本我哋呢走讀地圖的跟着課本去旅行的手冊，人2年以內行嘅20人嘅屯頓課本去旅行嘅學習，嘛寫一本書，甚至還出了一本詩集。教總啊，頭都按你談行來啊，其實啊，一個課程一定係豐富，當然有最重要係講，有線上嘅帶領，錯冇線上嘅引導，按你一個提升生涯，藝術生涯學到地步嘅線上啊，佢有乜嘅條件冇？還係講佢同一般嘅線上，一般國際嘅線上有乜嘅冇共用嘅限制冇？主持人問到個重要嘅重點哦，因為再好嘅課程喺冇線上，係冇法度推動嘅。嗰時候睇我哋提升藝術生涯學校，就像我頭先講嘅，我哋喺公辦民營嘅生涯學校，我哋合作嘅安尼教書一定都親專業，我哋親從事一件事情，就係替代我哋睇學線上嘅時間，我哋呢面試，還有我哋呢談話。希望講程度認同一個理念呢，線上也係第一步。第一步線上以來嘅，唔知我哋呢生涯精神到底係乜嘅啊？嗰時候我哋要做師培，我哋學校嘅師培可以講非常的紮實。睇我哋呢寒暑假嘅時間，我哋會排我哋呢師資培育，還有共同備課。禮拜三呢下晝頭，我哋咪有親紮實嘅課程。我哋喺規劃一個進修嘅課程呢，唔係講我見一陣間咱規劃，下陣日嘅又唔係哦。我哋會花千多時間來討論係哋都一擺都討論一幾年呢，一個前途。等於講我哋喺線上，雖然一開始會帶到一份熱情來到我哋學校嘅，可能對實驗嘅理念唔係個清楚。唔過透過我哋頭先講嘅一個師培，還有陪伴嘅過程。我有經驗嘅線上來帶，我冇經驗嘅線上，向下來合作，一路嘅國家來可以得到我哋新嘅創發。嗰個有啲線上行有貼喺講，培訓過，學生又發到講，來好好帶領人哋青年來學習，因為人哋目的同一般嘅國際嘅學校係冇共樣。冇錯，還有主持人，因為我哋咧線上個重要咩？嗰時候我哋咧師資的組成哦，其實我哋會去問講，一天我有線上喺各地青年嘅團體嚟用相處嘅，我哋會有嘅教育背景出來嘅線上，同時間呢，我哋咪會搶一領域的老師，就係講睇一種藝術生涯學校地步，一天我有冇共用嘅線上多元的老師的師資來刺激。有時間我咪會問講，同我哋呢基金會合作嘅時間，我哋提供一件事情按你做，一天做會好，唔過做事情嘅方法可能唔單止一種哦，可能有5種、100種哦，我哋就會腦力激盪。有時我第一件事情點樣成功，唔過我冇問到。用另外一條路來行嘅時候，哇！結果比我人類上嘅更加厲害。嗰時候講等於講，有專任嘅老師之外，就像台準學校共用嘅，還有選修課，還有嗰種專課做講師嗰種嘅意思啦，哈。哇！我哋睇排
课程的时候，还有本线上有的课程啊，等我有协同教师就会讲像身体科也系语文的专业，啊，等咧线上可能冇乜嘅啲，啊，唔过啊透过啊啲协同课程，线上如果唔单止我头头讲嘅师培哦，而睇民意嘅屯生意嚟向下學習嘅課程地步，又可以屯啊等咧身體老師有嗰度嘅互動，啊等咧我行出去教室地步，攞杯嘅課程。可能啊，等會批下講，有利用嘅線上，一定不時都可以討論，啊，你係咪有專長可以互補，就可以本來的線上呢，他的心呢也會越來越勇敢。原來安尼啊，教授，前面你講到有個生養學校都更加已經3年了嘛，雖然更加還沒有到看到完成的成果啦，但係你可以同大家講下，這3年來累積了2班的一個成果，你睇看到有冇個變化嗎？真是有個太偏化啦，我哋冇睇講成功啦，因為我哋有一句話，我哋個考團我哋咧線上，還有我哋咧家長來講，其實睇轉型嘅時候，我哋我哋咧網站上、網站上都有一篇文章，很多愛一篇一隻詩，係我哋客家詩，錯冇？錯。就是你一個詩用下。一個人啊，旁邊一個應該叫山崖去掉嘅山。錯。好，一個人企喺睇山崖嘅邊緣了，你感覺一個處境用嘅呀？有18危險麼？哦，真是真危險，錯冇？一篇文章咧，我哋都睇轉型咧，嘅大邊我哋都寫一篇文章。應該講係我哋咧溫董事長請張希老師團隊寫嘅，因為我哋提供嘅一轉型嘅故事。一個人企喺睇懸崖邊，真危險，錯冇？有這麼寫一篇文章咧？因為當時我哋講8個人年前，客家先民而有土公爺嘅吳尊橋嚟到台灣，真危險，錯冇？啊，一下泰神貴時候嘅處境，就像當時嘅安尼，我哋立在懸崖之邊，睇時代之崖，一條路你會關門嘛？一條路你就衝開一個門，啊，衝開一個門冇可能，本朗朗上都開一個門啊！我哋選擇了實驗學校這條路。你衝開一條門，有很多的未知，我容易去行，嗰時候也就會捱另外一個處境。但係一個捱一張詩唔拉敗，錯冇？我哋有聽一番很多學習造船之前，先學習渴望大海。我哋傳統嘅教育係咪講一片有一片海哦？開始嚟學做技術頭等等嘅，我哋嚟做一條船，錯冇？學生咧聽到老師嚟講，係咪都開始做嘅？問題是我做嘛嘅要做一條船啊？我唔知呀。學習造船之前，先學習渴望大海。嘅意思就係講，我哋希望講教育出來嘅現象，無論學生嘅，係咪我哋可以先讓我哋咧學生嘅地帶講，因為我看到這一片安靜嘅大海，這麼漂亮的汪洋無垠的大海，我渴望那一片美景。所以我才要造船。再來學習安尼意思啦，哇！觀眾朋友，原來我哋泰神藝術生養學校係安尼轉型過來嘅。唔過談到今日課程安神奇，裡邊還有2班嘅故事呢。休息一下，唔好走開哦，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哇！歡迎回到我哋節目地位，頭到我哋秀峰教授同我哋紹介，更加泰神藝術生養學校辦得安成功安好，但係今日還有2班神奇嘅故事，還係神奇嘅課程呢，繼續嚟請教我哋秀峰教授吧。教授，我稍數繼續嚟請教一下，就前面唔講學校嘅理念，我看有幾多嘅主題，有幾多好嘅理念，也辦了幾多豐富嘅課程，3年下來更加學生嘅招生嘅情形係2班。同主持人講我哋都頭先講嘅，本身咱傳到20人嘅，一下我哋嘅學生嘅一共有89個，一個89個學生嘅呢，我哋已經有差唔多嘅將近70%對諾貝爾來，就一個學生嘅成熟呢，真是要感謝我哋唔單止先生嘅努力啦，我哋家長啊，還有社區，還有各種人嘅牽涉，咱可以多一個人數。談講嚟進步過太咧，20人嘅到70人嘅，甚至講89個哦，89個，我94P 按度嘅部分咧，你
頭都高中也有講，學生誒將錢切上，攞去攞本我起來嘅，肯定人本體嘅生年咯，見人都去攞本嘛，行嘅見人辦注意嘅等幾多進來。哦，應該講我哋本體本身都係少子化嘅關係，性別向本身以後都清少啦，係，我哋咧在啲學生嘅攏要留下來，係，只是講留下來唔啦。啊，定要其他嘅個人嘅家長，因為談到學校嘅辦好，一定要認同。嗰時候對個人嘅地方來，比如講我哋一下要高雄嘅家長，本身睇高雄讀書哦，係為了要通我哋學校嘅一路水沃嘅，睇我哋咧籌組，明日再升嚟讀書，咩要對我哋咧鹽埔、安陽。明日再生日嚟一片讀書嘅。哦，哇，咁樣辛苦呢，為到自家嘅生日，但係吼，可能大家還有一個希望啦，就是講，下禮拜可能唔係見人水務嘅睇籌組也係難，哦，直接辦到人嘅金幣箱，哦，本大家講，呢度一件學校可以辦到一片嚟本人嘅金幣箱嘅人口，越來越多，也冇一天咯。最好。係啊，也希望係安尼。啊，不過頭到高中也有講嘛，吼，去影響大家來到鴉片，係伊咧。除了學校之外，社區也有認同，也有看成嘛。那唔能喺樣辦去同社區去互動，本大家認同一個學校，從唔能頭都要講啊，要判你按多從喺北港嘅行頭嘅部分，喺樣辦去同社區互動嘅咯。好，因為我哋咧4年計劃地方就有講，我哋希望泰盛貴社培養我新人咧，成為生活藝術家。不過我哋嘛希望講，唔單止服務我哋咧新人嚟哦，我哋希望係全齡的服務。意思就係講，泰盛貴社可以做一個美感基地，我哋睇對開始轉向都見下。我哋要辦唔單止學校嘅活動，我哋話假日嘅時候，我哋要辦大人的假日學校。係喲，就係講我哋啲家長還有喜歡藝術嘅朋友，都可以嚟參加。記得辦有一擺雲林嘅朋友，做了一片，佢講啊，用安陽嗰度呢，佢講因為疫情關係，我哋學校佢喜歡一個4年嘅教育嘅精神，嗰時候佢團嘅朋友真實。為了參加我哋假日學校，安陽過來，還有我哋咧寒假嘅時間，我哋會辦唔係我哋學校嘅小朋友嘅藝術冬令營，甚至講我哋睇我哋咧屏東嘅中途，沒有辦我哋咧傳習服務帶新人嘅活動，等於講泰盛貴社我哋希望講，以作為一個美感基地學校，可以服務各個年齡層。同我哋咧社區互動嘅部分呢，也係一定要行呀。因為我哋咧校定課程底部呢，就有一啲很多我哋咧在地探索。喺在地探索嘅課程底部，我哋有2個主題。對我哋咧1年生到我哋咧6年生，有2個，一啲很多客製客家，一啲很多跟着學旅行。喺客製客家嘅課程底部，總嘛嘅會有一個課程。因為泰盛伊本身就係一個客家莊嘅小學，我哋咧打鐵屯南風就客家莊。學校會睇戲嘅時節，睇13年前我哋去新埔嘅時節，其實我哋學校咧做造型，就像一啲客家嘅園樓，客家園樓。還有咧我哋咧牆項，我哋牆壁上咧就有我哋咧客家向舊化嘅頭版。甚至講我哋咧學校地部中嘅設備地部，就有像新燈花啦、桂花啦、樹蘭一道客家嘅香花植物。嗰時候唔講新人嘅名義來編圖書，伊看到嘅東西，伊當然認識我哋嘅文化。再來，如果對學校行業、社區地部，我哋對天然都有新人嘅開始寫嘅跟社區起草的合作書。我哋咧總督方嘅太廟，甚至為了嚟嘅掛牌。滿腔隔壁鄰舍，我哋咧親戚朋友，還有種批來一片屯馬祖娘娘，報告一件事情，還有打字炮喲，正式簽署一個合作意向書。就安尼對安尼學校嘅社區新皮鄉6隊世界客家安尼行一個課程。就係本身人咧，學來一片唔單止係讀見啊，學嘅有條藝術啊，學基本咧知識，但係行喺本地人提供，人哋係睇奶，人哋依啲客莊，練習同客家文化同一條種皮社區接觸，日本社區提供，人哋咧學校嘅喺當地睇送物嘅，加上有個互動之後，大家都漸漸嘅認同有個學校嘅理念嘛，差嚟頭都要講到客家嘅部分，還有水資源，水資源係乜嘅呀？
水质也係因為我哋學校嘅神頭就有一條準橋嘅。主持人有談過屏東有二峰圳嘛？啲啊，個有名呢。嘿，草加二峰圳有三面支流，一睇分水口嗰邊有三面支流，一啲就會流到我哋嘅新地中。嘿，我哋學校嘅神頭嘅準橋嘅，其實佢們係一個水源之一。嘿，我哋學生嘅呢，下課時輕氣氛行到嘅圍牆邊，看大廈嘅五個睇球。我哋都問講，與其讓小朋友去鏡子看，不如我們就發展這個課程。嗰時候生意呢，會去頓橋塔查，可能會去沙去看我哋呢北港哦。對北港神河，我哋講以前農業時代北港神河係咪不是都有準橋嘅？生意都結合伊哋呢飼養嘅課場，都開始採集水資源。伊的民養會做水質的監測，我哋會送到水保局化驗哦。所以你會比較講，前一年到今年嘅水係變強嘅，還是變污糟嘅？係打算變污糟嘅，我哋係咩同鄉眾來報告，會注意一下一件事情。所以你會認識一個水資源，行到我哋呢二峰圳，再來認識台灣，做乜佢會缺水的問題，都施改水資源的議題，甚至伊的去年還有生意呢行到我哋呢蘭嶼離島，去了解講做乜佢會缺水的問題，那我們如何從生活中落實環保的這個議題？等於講我哋呢在地探索嘅課程呢，唔單止講本身呢認識自家嘅載體，它還會有多元族群的尊重跟比較，還有連接到世界的議題，甚至環保嘅議題。對我哋呢，認識也得以後，我哋可以做乜嘅行通，所以呢會寫報告，會來分享分大家啲。你本身呢學習到講，其實唔係真是很細哦，其實更加可以做一啲太難嘅事情。本看師傅嘅角度對安呢變做安太法，錯冇？因為細年呢睇看啊，其實甚至於講唔看，唔能還會做一個採樣和監測嘅水嘅品質。都太年啥都會講啊，哎呦，我哋做唔得清彩去污染人嘅水源，因為細年嚟看，明顯都會嚟看錯冇，所以咧冇咁樣嘅監督啦。你看是有因為人亂接 T 恤，啊，等細年會舉嚟報告哦。你會存狀講，係啊，嗰時候細年呢，其實也可以做到一啲從細開始學習樣板，做一啲好嘅公民，一個議題啦吼。啊，除了我哋學一條課程之外，像喺太年啥嘅學習嘅課程嘅時節啦，會唔會有其他目標嘅互動？有個影響個層面冇？因為細年呢，會接觸我哋學習嘅本地嘅東西嘛，太年冇共用啊，太年會唔會有其他冇共用嘅反饋呢？哦，啊，但太年啥就個有參與感啦，哈。同沙期合作嘅部分呢，就像我頭頭講嘅，我哋有簽了社區合作意向書，我哋呢，我哋甲標林山，我哋呢鄉眾村民們，伊會講，一件好搞嘅無共用嘅哦，有嗰度雖然呢歡笑聲，還有睇沙期地方，以前可能都看得到老人家，也還有嗰度好長嘅，我睇幾篇行頭，甚至講我去採訪老人家。一篇特別嘅故事都係很用嘅，會更認真嘅記錄，甚至於搶一點都好教來，還會頒獎給他。我哋咧是學生，我哋喺爬樹一個課程嘅地方，會發現到像我哋組隊已經愛失傳的，做語文，看文做文，唔知主持人有談過冇？有，我也去訪問過呢。係好，我哋一下會做嘅談過都從兩家人，其中一啲就係我哋南洋村嘅一個欣賞曾老師啦，哈，我哋都倡議了好搞嘅傳承這個瀕臨失傳的記憶。後上呢，已經過實作之後，以往會變成宣傳大使哦。都每一個板塊都我哋呢辦公室同欣賞嚟講，也係某個道理用嚟做嘅。有個文地方有某個故事，一定好呢。啊，佢所講家長啦，也講沙期，等於講唔能攀爬都冇前期人嘅時間，其實還會講，用慢一般冇人嘅事情咯，係咪呢？哇！啊，談講啊，因為唔能同沙期，甚至於講家長嘅互動改好，唔能係利用一點吼，喺規劃你嘅嗰啲太極嘅發動，按照太極藝術節錯冇？錯。係啊，一個藝術節係用辦法上嘅咯，都唔會想講我來派一個發動。好，主持人我哋今年呢，真係拍呢一件冇人做過嘅事情，很多屯太次人向下搞，係啊，2024太地藝術節，好，和大自然一起玩，2024大地藝術節，好，咁啊，個拍一件事情，其實喺3年前，我哋有下一個計劃。很多美感再造計劃，嗰時我哋要爭取到教育部200萬嘅經費來做校園嘅改造，
其中最尾一段我哋都写一段，希望讲有一日我哋可以办台地艺术节。经过3年以后，我头头讲嘅我哋呢温董事长，我哋呢志向委员温慧文老师一路问我讲，高总，我哋董事有写呢，也喊我哋去办冇，我就提讲好啊，他讲好啊，我哋根本唔定用嘅做啊，我哋都请我哋呢一个拉老师，因为个重要哦，就喺我哋董事开始专题呢，是我哋的研发主任。前2年要去做我哋呢驻村艺术家，我哋上面人都讲哦好，我哋来做。同北艺大教授都开始应该是今年的5月份，讲听讲好，我哋来办一件事情。哦，就是按呢，就原本有一个想法，但系冇想到按用万一真好，结果睇李彦和温老师的提倡之下，能够讲啊，才有一个机会3年呢，我哋来拍呢类似成果啦呀，吼，都什么，我本大家来做一个台地艺术节，但系一个台地艺术节底部女仆有用版详细个有嘅部分呢，我哋休息一下，再继续来同观众朋友讲哦，故事哦，观众朋友，四比3千万莫走开哦，等一下一个精彩部分就会来哦。前面我哋小峰教授同我哋手嘅台地艺术节也嘅发动，当然呢，一个艺术节底背有两版嘅故事，也有两版嘅发动行程呢，我哋更加继续嚟向小峰教授同我哋手机一下咯。教授，前面讲嘅一个台地艺术节讲嘅嗰啲成绩幾好高呢，到底能规划出嚟喺兩版去做一件事情咯？好，应该讲6月份呢是做了一件事情，叫做 open call。因为我办艺术节，尤其係一個國小來辦台嘅台地藝術節，其實我哋需要講嗰度嘅策劃啦，哈。一開始呢就係 open call，我們對全球的藝術家徵件，公司按你講啦，唔過我哋咩唔地講，我有一堆藝術家來投件啊。其實我哋用我哋的官網、我哋的粉專，還有我哋的親戚朋友，他趕緊發動這個力量。尤其係我頭頭講嘅温慧文温老師，哈，我們的志向委員，伊咩寄嘅100封嘅信，各地方嘅藝術家哦，結果到這次嘅時間呢，是我哋徵件是一紮人嘢，我哋竟然數到來自全世界哦，將近7大洲、50個國家，總共150組嘅藝術家來投件。哇，安尼算多呢，150人看啊呢。係啊，係，這是我哋超出我哋嘅意外啦，嗬。也150人看地位呢，其實台灣嘅部分人20人看哦，其中120人看都係外國的哦。這件事情超出我們的預期，但是也給我們很大的信心。冇想到可以引起這麼大的回響，尤其也重點呢，一個藝術家呢，他不一定是新銳藝術家哦，佢哋已經有經驗嘅藝術家來投件，嗰種我哋真歡喜。頭都聽邊去講嗬，台地藝術節各地方都可以辦，錯冇？咁我嘅國際來辦呢，我哋有一個重要嘅精神，就係講3年2成嘅計劃。還有我哋本身，我哋4年後搞我們的實驗計劃的一個精神，就會希望講成為一個美感基地，帶領孩子呢探索世界。我哋要講嗬，我哋睇小小的大城，唔講我哋要連通到大大的世界。好，我說因為這個理想，還有頭多講嘅安度嘅生態，包括講我哋嘅聲音呢，一定可能睇頭髮醒目，睇見掉落葉時間。伊哋我哋冇收聽嚟哦，伊哋甚至講睇嘅落葉裡頭會練功夫、練武術、身體課，甚至於把落葉埋起來，還有寫詩哦，屯太自然講話講咩？好，嗰時候我哋嘅命題就會很多和大自然一起玩。藝術家透過這個命題連接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創作點是以泰城國社做總結，等呢用嘅沙期圓心為半徑，都按呢3公里，伊攏可以衝走。好，嗰時候藝術家投件完，我哋請到嗰度嘅專家來同我哋評審，最尾我哋投到6件，
做嘛留看呢？其实迄移民係就冇按多錢啦。假使講資源嗰度嘅話，當然是望越來越多人越來吼，半日嘅國小，半日嘅地方又更加冇咁樣變化，錯錯㗎，我哋睇評審嘅時候，甚至講到最尾愛討論過，最尾都在那留看嘅時候會吵架呢，對冇？每啲人都捍衛過，可以留一看冇？但係經費的考量啦，哈，都留看好。再好了呢，我哋申請完呢，我哋基本藝術家開始簽約啊。我哋咩讀到一啲問題，就會講有藝術家呢，伊喺墨西哥哦，我哋當時嘅證件嘅時候，是喺講，不管唔係一個人，還是一個團體來投件，我哋就會付一份創作費，還有唔喺團體裡頭呢，都最嚴嘅人嘅機票錢同我哋嘅交通費。唔講我哋讀到有一組墨西哥的夫妻，伊哋係兩個哦，但是那麼遠。都他一等愛來唔來，我們也是要徵求對方的同意啊。冇想到一等真是按日線哦，就願意來到我哋一片，真是兩公婆親，幫我哋溝通啦，哈。好，一件事情簽約係的，再後來呢，藝術家都太容易來，伊哋嘅簽證，還有甚至講同勞動部嘅工作證，我哋咩冇辦過啊？像我哋呢，嗰度嘅朋友啦，哈，縣政府啦，哈，我哋呢。主演中啦哈，還有嗰度嘅文化部特殊啦哈，嗰度啦哈，都來一起關心這件事情，好，最尾完成一個我哋呢簽證同我哋呢工作證，不一定可以來台灣，再來呢藝術家你來創作我哋能力辦呢學校嘅我哋冇按到線上啊，嗰種我哋嗰度嘅志工，像我哋都公開徵件，用我哋呢。創作陪伴志工，攝影志工，還有我哋呢，週末來我家吃飯志工，吃飯的志工，等下係志工來吃飯，也係蠻人來吃飯。因為我哋拜一到拜五，我哋藝術家會同我哋小朋友線上睇學校食中餐啦，嗬，拜六拜日冇飯食用吉神咯，嗰種我哋都，我哋都有請講有蠻人而來做我哋呢，週末來我家吃午飯志工，一定會帶一定食飯。而且呢，我帶伊哋去老寮，我哋呢志工規劃到，我認識中強哦，一定也上個禮拜，我認識我哋屏東縣8個鄉鎮哦，有海邊呢，沒有山邊呢，沒有農種呢，我認識我哋在地嘅文化，還有甚至於民意，我用我哋同我哋特殊提供點心的志工，一度志工看審，一度呢。除了講攀太定藝術節，我有的營養之外呢，其實還有咧最重要的精神，因為唔講攀一啲藝術節嘅發通，唔是講一啲細學校來攀，有嗰度嘅公家單位，一定青態啊，可以攀呢青態啊，錯冇？做乜嘅細學來攀呢？有啲個重要嘅精神，就係講對課程來出發。透過藝術家的帶領呢，我們可以打開哈，學生嘅同欣賞嘅心跟眼。他可以看到更大的一個世界。嗰時候對我哋開始，我哋明年就有辦某強樣嘅開學慶。今年我哋呢主任欣賞就規劃一腳踩進藝術家的國度，一個世界地圖。再來我哋呢一年四季，我哋有主題書展，我哋呢志工嘅家長同欣賞會規劃，我哋今年嘅主題就會同藝術節強樣。再來呢我哋暑假開始師培，還有我哋民意嘅。進修對話地位，我哋呢線上開發了同藝術節規劃的跨領域的課程，同國語、數學、詞言，某如其他在地探索等等，甚至於經典閱讀，一定規劃嘅個課程會同藝術家聯動，一個參我哋重點。藝術家來到我哋學校也3禮拜人嘅時間。一定每禮拜上從根本一下組頭哦，一定就會馬上藝術家你可以辦起地位，我哋呢線上同學生會同藝術家共下來創作，一起來玩樂，藝術家喺咩推一個互動嘅過程之中，我哋呢學生可以看到個大嘅世界，冇同樣嘅東西。下課嘅時節，有啲藝術家喺學校行來行去，有睇沙器，一定會提行過去看，喺教乜嘅呀，喺做乜嘅呀，就係呢。你都會打開更大的一個世界，而且聯動到更不同的脈絡。你能按三網用心規劃嘅一個太極藝術節嘅發通，一個發通嘅時間啊，係到底係多乜嘅時間？你能睇到嘅可以看到乜嘅內容咯？好，
我哋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地，一定会对声音乐意识上好，驻村创作，到我哋声音乐生好，无论16号离开，嗰种我哋呢，一定会睇声音乐声音好就会完成一个创作，睇我哋呢14号、15号就马上会用我哋呢开幕。第一代可以看到我哋呢艺术家，更加已经唔单止6件了哈，他们继续在增加中哦哈。嘅艺术创作嘅作品，还有呢，艺术家一定睇开幕嘅时完睇一片，就可以带点老料，还有可以连通到我哋呢沙器，可以看到沙器嘅东西，还有我哋呢后上嘅有个自主社团，一个烘焙社，一定有开发出这个特殊的点心，会送俾我哋呢来宾。还有呢，我哋下组头呢，两日嘅天日下组头还有天日呢，我哋有我哋呢专属的导览解说的。预约场次就可以来聊。接下来呢，我哋话如果一直展期，从12月14号展期一直到114年的3月2号。一段时间呢，我哋有提供，我哋呢各个学校或是艺文爱好者可以来预约，我哋呢户外教学。都是会用我哋呢学生嘅团线上来带大家来看导览。喺假日嘅时候，我哋要考虑到有啲位睇人啥咁无系咪嗬？亦都可以利用個我哋呢假日嘅時間來報名我哋呢大地藝術節的假日學校，你可以帶入去老了，甚至講還可以體驗藝術，還可以做一些創作。安尼同行就幾豐富咧。不過安尼有及時嘅訊息啊，要條資訊，那以前嘛，同人聯絡報名，按用嚟聯絡。我將我哋呢訊息呢，康睇我哋呢官網，還有我哋下一個台電藝術節嘅 IG，歡迎大家呢可以跟着我們聯動，嚟繼續看我哋呢最新消息。嗰種講我哋送名以前有個台電藝術節，有個關鍵字，又係講大嘅泰森藝術生涯國手。就可以簽到相關嘅資訊咧。安尼報名有冇個條件？我報名費冇？報名費我哋其實我哋那數嘅1cc嘅材料費就100根元，100根元除係講可以體驗好多嘅導覽以外呢，還會拿到我哋台電藝術節專屬的紀念品。安尼高中能更加一個報名係咪有限制人數啊？超過。安尼我哋書辦局嘅個等下馬上落去報名哦。錯，歡迎主持人每輪我哋好教來了哦。係啊，我去看一下留了一下幕中啊，人哋嘅神秘向。觀眾朋友，有聽到冇？人哋高中講啊，今日有個台電藝術節嘅報名，相關嘅活動係有人數嘅限制哦。看到有個節目嘅時間，夾馬上去報名簽一下來報名，同埋傾下，人哋做下來去神秘向去搞了。今日呢，再一次感謝人哋秀峰高中帶來安精彩故事同安好嘅消息哦，多謝哦。多謝主持人，好，那等睇我們在小小的大城，我們聯動大大的世界，希望透由這個和大自然一起玩，2024大地藝術節，有請大家可以共下來行業我哋好講行業我哋嘅沙器，來體驗藝術的美好，同我哋共下來聊，多謝。唔過去泰森老了之前呢，繼續聽聽人哋先生先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